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中秋节快乐！很高兴今天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中秋节的关系，因为中秋节是一个很重要家人团聚的日子，所以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主里，我们也是一家人。对，所以也是我们一起就是团圆在一起的日子，所以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，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，一起来敬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的救赎者活着。是用我的主，当我在深谷迷失时，他领我走这一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用我的主，当我在旷野孤独时，他把我做我的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。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。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好不好？举找5位弟兄姐妹，跟他说，很高兴可以今天跟你一起敬拜。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敬拜。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父，我们相信有一天，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活着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用我的主，当我在深谷迷失时，他领我走这一路。知道，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用我的主，当我在旷野孤独时，他把我做我的灯。我们一起来拍手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。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。当号角响起
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眼。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哈利路亚！